这个案件有上新的进展，咱随时报向亲知。咱继续先来看这个前总统陈水扁等人所牵涉的国务机要费案，官司拍将近16年。高等法院经2审今仔日来宣判，因为政府已经把国务机要费来除罪化，所以判陈水扁免诉。同时陈水扁的幕僚马英成、林德训、陈振辉嘛拢总判免诉。也就是讲，这个案件唔免过来审理咯。也毋过，陈水扁的某、甲囝、甲新妇所牵涉的洗钱案，拢互判刑。这太太吴淑珍互判2年，后生陈志忠判1年，新妇王瑞珍判10个月，假罪也就是缓刑4年。前总统陈水扁一家伙仔牵涉到真个不法的案件。官司拍16年，外界真关心的国务机要费，陈水扁被指控贪污超过1亿。本来1审、2审拢被判有罪，高等法院经1审改判无罪，最高法院发回了后，高院经2审至今日判免诉。国务机要费案及该案洗钱均免诉的部分，因为国会计法第99条之一在110年6月15日修正公布。解除95年12月31日前国务机要费相关人员之财务责任，并免除刑事责任。免诉的理由爱讲到今年5月30日，立法院内底立委调的冤家，最后3读通过会计法的修法，经过总统公布生效，将国务机要费除罪化。牵涉到国务机要费案件5个人拢总免诉，也不过因太太吴淑珍牵涉到洗钱，依然被判2年。但这种翁某伫龙潭买地弊案加南港展览馆的案件。牵涉到洗钱，分别判1年加10个月，假罪4年。蔡明提过全勤国务机要费判免诉，蔡明提牵涉到南港展览馆洗钱判4个月。因公支出大于因公收入，没有不法所得。是讲免诉，唔是等于无罪，是讲相关犯罪行为，因为法律被废止，才会得到免诉。这个案件拍这侪年，虽然讲判决已经出来，也不过陈水扁依然有4件贪污案，要伫法院伫审理，官司要真有通拍咧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